花市在地新闻，最近因为台地公监视器的弊案，引发到台北市前后任的市长郭文摕甲蒋万安的战火。讲这个弊案之所以会互压出来，是因为国民党的议员陈仲文不满到监视器的预算互删减，所以来卡台北市的总预算案。甚至伫咧党团大会，陈仲文阁当着蒋万安的面来标骂警察局长，讲就是这陈仲文伤过臭样，引发到李四川的不满，才会向检调来检举。即摆更加传出讲，台北市政府要来切割到陈仲文，避免台地公的弊案将做蒋万安执政的半卡招。蒋万安就任了后，头一遍的总预算案，去年伫市议会经过4遍无过，伫老营市议会党团下架动的命令了后，总算通过。至今传出，就是因为陈仲文不满警察局监视器传输预算红检，强烈反对。这没有话要说吗？根据了解，蒋万安为了总预算，率领局处首长到国民党团来沟通。想要到陈仲文为了传输费的预算，当面痛骂警察局长，洪声讲这个行为引发到李四川的不满，主动提出资料向检调检举陈仲文。是不是这一次就是市府政风处主动提供资料给检调，然后指挥的就是李府？这完全不可能。我想这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，我们的态度我再重申一次。一切配合检调的调查。最近陈仲文红记也禁见，又个洪声讲市府要切割陈仲文，避免台地公案加做执政的顶落招。那蒋万安蒋市府要怎么切割？其实除非要不然蒋万安市长就不要是国民党籍好了啦。切割陈崇文是市长的意思吗？为合约到预算的审计，监视器的传输费用背后暗流滚价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